阿婆本身已經即係年老啦，入到嚟老人院就諗住你哋有人照顧佢噶嘛，點知原來俾你哋咁虐待，護老院變咗虐老院咯。佢都係人啫，點解你要咁樣綁住佢咧？你係一個照顧者，你要加害於佢，咁咪更加唔正確咯。安老院發生虐老事件時有聽聞，雖然政府曾修訂相關嘅指引，不過近呢5年，社署錄得院舍虐老嘅數字依然唔少。最近我哋收到2位觀眾阿 X 同阿 Y 爆料，指佢哋曾經工作過嘅院舍亦都出現虐老問題，情況令人發指。從阿 X 提供嘅片段見到，有個婆婆正換緊片，喺旁邊嘅護理員捉住佢雙手，睇落好正常。點知佢突然間出手，疑似揞住阿婆個口，之後再用手指公撳住佢嘅人中，婆婆覺得痛，即時大叫同掙扎。你咪搣我手啊！之後個護理員再用右手多次彈婆婆嘅手指，搣佢嘅手指頭，婆婆見痛掙扎。佢仲用手指彈佢嘅人中，可憐婆婆根本冇力反抗，只能夠發出可憐嘅叫聲。因為由於嗰個阿婆咧就係有腦退化嘅。每次換片可能都有啲即係唔願意啊，咁啊會喐手喐腳啊咁啦。咁通常我哋都只不過係可能捉住隻手嘅啫。咁但係嗰位員工咧就唔知點解又中意將阿婆嘅手係屈向後嘅，好多動作啦，又揞佢口啊、撳佢人中啊、搣佢指頭啊，即係十指痛歸心啊嘛。如果你話佢唔係虐老咧，咁其實佢都喺度欺凌緊個阿婆咯。阿 X 話呢條片喺今年6月尾拍得，過往佢經常聽到有員工同佢講有咁嘅事情發生，佢自己都冇親眼見到，一直都係半信半疑。因為要揾佢哋嘅證據就比較難啲，咁啊咁啱就發現咗一個位置就比較好啲嘅，咁我就試下拍下佢啦，希望揭到佢嘅真相咯。結果佢拍咗幾晚，同一個婆婆喺換片嗰陣都俾護理員咁樣對待，彈嘴、咬手指、搣手指，樣樣齊。好無良咯呢啲人，如果冇人出聲，可以咁講係冇網管。阿 X 話佢喺荃灣呢一間嘅津助安老院舍做咗好多年，一直都冇乜問題。但近2年換血請咗批新嘅護理員，問題就開始出現啦。唔止換片發生咁嘅事啊，平時當院友唔聽話、扭計唔合作，有護理員仲會大聲呼喝同鬧啲院友，甚至使出言語暴力。頭先啊嘛，我換片啊嚇，污糟啊隻手邋遢啊，有菌啊，好多唔得啊嘛。哇！你人蟲啊！冇埋啲牙咧，人字你個樣都生得人字，手多。我錄到嗰2個同事咧，對嗰個阿伯咧就言語上嘅侮辱佢咯。因為呢個阿伯咧就真係腦退化嘅，咁啊有時啊不自主咁嘅會嗌下講下，咁佢哋已經唔係好中意佢噶啦。同埋咧，有時可能換片咧，咁佢就即係唔係咁合作啦。因為掂佢嘅時候，佢就會有啲動作，可能揩到佢哋咧，佢咪話佢飲重啊咁樣咯。試過有個阿婆咧，又係唔合作咧，嗰啲又係咁樣鬧阿婆咧，講啲説話就講得好難聽咯，又話你咩雞婆啊，就話你咩做雞啊。腦退化嘅院友咧，其實都識得分你好惡啊，定係你係好和善嘅人嘅。如果你去到咧，你用啲咁嘅態度令到佢咧，佢更加會嬲啊！佢會覺得你唔好嚟搞我，會越嚟越惡添啊！咁所以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護老者，我哋真係有耐心、有愛心，同埋我哋要發揮無限嘅創意嘅。我哋要順住個勢去做，我哋千祈唔好即係令到佢更加嬲，加劇咗呢一個嘅對抗嘅情況，咁係做唔到嘢嘅。喺元朗另一間甲1買位嘅私營院舍，唔止鬧啊！阿 Y 仲話見到有護理員將某啲院友綁起。
有啲院友佢老人痴呆認知障礙嘅，佢其實有啲嘢咧，佢自己都會唔知自己做乜嘢嘅。變咗有陣時夜晚咧，有陣時佢哋就會有失控啊，譬如有陣時會搲片啊、落琴床啊，或者有陣時大嗌大叫啊，騷擾到其他院友咧。我發覺到有人用咗一啲普通嘅布帶去綁住院友隻腳咯。從相片睇到，其中一個院友雙腳被2條白布帶交叉綁咗喺床尾，手亦都綁上咗約束手套。唔知係咪因為完全被綁無法動彈，佢成個都扭埋一邊。另一幅圖見到另外一個伯伯右腳被綁上白布條喺床尾，受骨嶙峋嘅身體同樣扭曲。呢個情況其實持續咗幾耐呢？其實當我喺嗰度做嘢開始已經見到有㗎啦，咁直到我離開嗰時仲係有咁嘅情況。當嗰位同事當值咧，一定係會每晚綁住嗰個院友添。咁啲院友有冇好唔舒服啊、嗌痛啊嘛？當然有啦，佢哋會嘅嗌痛同埋有啲因為綁得太緊嘅，會令到有啲瘀傷啊、其他啲出現咯，同埋會整損啲皮膚。其實綁腳正唔正常啊？唔常見嘅。就算唔好講院舍啦，以前我喺醫院做，我喺醫院係做老人內科嘅，都好少綁腳。咁除非有必要性，我哋先至行到最後一步，先至會約束佢隻腳嘅。咁如果係綁咧，都唔會用一條布條去綁。其實咧，我哋係有一啲咧專業係愛嚟綁手或者綁腳嘅物料嘅。通常佢係磁性嘅物料，裏邊咧係有啲軟墊嘅。咁你綁嘅時候咧，就唔會勒得佢咁辛苦嘅。咁我哋綁嘅時候咧，通常係綁喺譬如床欄下邊有啲鐵柱位，又會綁喺嗰啲位置咯嚇。如果一個院友擔心佢周圍走，係咪一個合理嘅理由去綁住佢隻腳咧？擔心佢周圍走，其實可以俾佢周圍走㗎，唔需要綁住佢咯。咁我哋揾人看住佢咪得咯。佢都有活動嘅自由㗎嘛。佢哋唔敢反抗，因為本身佢已經有陣時佢個精神上有問題啊，佢都唔係好清楚係真定係啱唔啱，因為佢本身有認知障礙啊，或者已經行動唔方便，咁變咗佢覺得佢又唔係好知道係咩一回事。同埋呢阿婆始終喺呢度住啊嘛，佢哋都會驚，因為日日都見住嗰個人，佢都驚會唔會對佢有乜唔好啊，都冇得走啦。咁佢哋咪唔敢出聲啦，同埋亦都唔想屋企人擔心咯。事實上，阿 Y 喺呢一間院舍做咗大半年，唔止發現有院友被綁腳，亦聽聞有員工會做出呢一啲嘅過分行為。偶然間，如果佢真係唔聽話咧，佢會嗰個同事會一巴刮落去添。有一次，院友同我講，姑娘佢嗰個院友俾人刮喎。咁後尾咧，我真係檢查個院友咧，真係塊面咧有啲紅指印咁樣。有時唔知點解，突然間有某啲藥物咧，啱啱院友睇完醫生，啲藥物唔見咗咯。聽聞有某個同事係偷藥嘅，偷嚟俾其他院舍或者攞去出去賣。咁啲院友咪冇藥食咯。不過佢最睇唔過眼嘅就係院舍仲疑似超收，搞到啲院友本身買咗位都冇地方瞓，經常要走鬼啊！專門揀一啲係無親無故啊、孤兒仔啊、冇一人探訪啊、啲親戚喺出邊喺外國住啊嗰啲人，我嚟換位咯。點解你做老人院做得咁冇良心啊？同埋好咁樣，你即係等於虐待老人冇分別。究竟超收嘅情況有幾嚴重？院友點樣俾人搬嚟搬去？面對報料者嘅指控，兩間嘅涉事安老院又會點樣回應呢？疑似有人虐老啊！你哋呢間院舍都幾誇張喎！如果係咁樣，冇問題嘅，冇問題嘅。咁我了解下，因為我哋完全都唔知呢單嘢。每個人都即係會老啦，你第時住老人院，你都唔希望有咁嘅人對待你咯。於心何忍同埋冇，我覺得好冇良心咯。尋日我哋報道過荃灣一間嘅津助安老院同元朗一間甲一買位私營護老院分別出現懷疑虐老嘅事件。從報料人提供嘅片段同埋相片見到，有婆婆喺換片嗰陣，俾護理員用手揞住個嘴，強行撳人中。哎呀！你搣我手啊！哎呀！你搣我手做咩？彈手指、搣手指，婆婆根本無力反抗，只能夠發出陣陣哀鳴。
而喺另一間嘅院舍，有院友更加俾人用布條綁住雙腳喺床尾動彈不得。報料人阿 Y 話喺呢一間院舍工作咗冇耐，就已經發現到問題。不過最睇唔過眼嘅係院舍仲疑似超收，搞到啲院友連瞓都冇地方瞓，明明買咗位都要走鬼啊！嗰個位咧就係某某院友已經住㗎啦，但係當嗰個院友咧，佢話一時之間佢唔舒服或者病咗入院咧，佢就即刻下晝或者2-3個鐘頭就已經可以有個新嘅人嚟住咗佢嘅位，但係嗰個院友係未死嘅。嗰個床位就收咗2個人嘅錢。舊個院友當出院嗰時咧，佢就呃個家屬，佢要將個地方裝修下，或者啱啱呢幾日漏水啊，或者有啲咩問題啊，就將會出院嘅院友搬去其他床位住先，甚至乎佢會擺一啲院友咧去住喺雜物房或者係物理治療室嗰啲所謂嘅位置咯。有啲院友甚至乎要朝行晚拆，卡板床褥當床喺大廳度瞓。當佢知道嗰日有人嚟查牌，譬如社署嗰啲護理督察，佢就特登將有啲院友原本住嗰間房就嗌晒出嚟聽，然後將嗰個咧門口個名咧就換翻原本社署知道個人名擺翻落去，專門揀一啲係無親無故啊、孤兒仔啊、冇得人探訪啊、啲親戚喺出邊喺外國住啊嗰啲人我嚟換位咯。個情況有幾嚴重？層層樓都有，大概啲人數多咗幾多？都有10幾20人㗎。更難過嘅係2間院舍出現咁嘅情況，咁但係知情嘅員工因為怕事都唔敢向上級投訴。阿 Y 曾經上報高層，亦都只係換嚟咁嘅回應。有老細或者上司咧，根本就係無動於衷，佢覺得好平常，佢只不過就算佢可能暗地裏同呢個同事講咗，但係都係不了了之。如果我喺度做，我公開咗，啲主管又唔理，咁其他人又點樣對我呢？所以我真係唔做，我先至夠膽公開啲。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呢一股歪風？呢次無獨有偶，懷疑施虐者都係前線嘅護理員，係訓練不足、質素參差，定係監管出咗問題呢？有機會咧，就係院舍嗰個嘅管理上邊啦，院舍嗰個嘅工作氣氛啦，同埋個氛圍啦，都係某程度上咧都會影響同事點樣去做嗰個工作嘅。如果喺個管理上邊，我哋已經好嚴謹，一句粗口都唔可以講嘅。就算你嗰個護理員佢自己幾唔好脾氣都好啦，佢都係覺得啊，唔得喎，院舍唔可以咁樣做嘅喎。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有一啲院舍佢係寬鬆嘅話咧，覺得都係一個表達嚟嘅啫，係冇乜好大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呢個就會形成咗啲同事咧就會肆無忌憚啦。就住事件，我哋分別向2間涉事嘅安老院舍查證。先係阿 Y 指控嘅元朗院舍，我哋將院友被綁腳嘅相片俾職員睇。咁其實有冇呢啲事咧？我有了解下先，因為其實咧，我真係都唔知呢件事。我哋其實開會啊乜嘢，即係唔可以咁樣嘅，真係唔可以咁樣嘅。職員表現得毫不知情，但係當我哋話有員工曾經向上級匯報過喎。俾我了解下先，到底係幾時？我又問下邊個職員，等我了解下先咯。因為呢件事咧，我真係都唔知，完全唔知嘅。係除咗虐待之外咧，其實你哋院舍咧嗰啲床位係咪都係有比超過你哋床位嘅人數？冇，呢樣嘢絕對冇嘅，你放心。因為好似話有社署過嚟查嘅時候，你哋就搬嚟搬去將啲院友有冇呢啲情況？唔會嘅，你放心，你先出嚟先啦，俾我了解下呢件事先啦，好唔好？點解人？因為你而家同我講咧，我呢啲嘢我完全都唔知，我又問一問先，到底係邊個做嘅？問到床位問題，職員立即下逐客令。之後佢哋仲透過律師書面回覆我哋話，佢哋院舍從不容忍及嚴禁對院友作出任何肢體、言語侮辱及傷害及任何偷竊行為。因未有提供實際日期、時間、地點、涉事職員及院友姓名，院方係唔會回覆事件。但就強調約束院友只會喺合資格醫護人員建議下進行。而投訴人應該報警，不過警方都要得到法庭手令先至可以進入院舍調查。仲話傳媒喺未有警方調查結果前，不應推測、評論或公開事件添。
至於阿 X 指控嘅荃灣院舍咧，冇聽過，完全冇聽過。有冇人投訴過啊？冇投訴過。有冇家屬投訴過啊？家屬投訴，懷疑都冇喎。佢否認發生過任何虐老情況，我哋即刻俾條片佢睇。呢個婆婆都喺你哋係，我認得佢係。係啦係啦，知唔知你哋員工其實都算係比較粗魯嘅呢啲行為，對於婆婆嚟講？我要再睇一睇到底係發生咩事。頭先我睇嗰個片段咧，的確係感覺不良好，但我睇下到底係咪當時係有啲咩特別行為發生緊啊？係需要用到適當嘅制止啊咁樣樣。但其實咁人中呢個行為係會用到嘅，有啲情況係有啲情況，譬如佢即係昏迷啊，或者有啲緊急嘅情況，呢個係中醫嘅手法嚟嘅。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就唔多似。你哋會唔會有啲 CCTV 係會睇得翻？睇唔到㗎，因為呢一個係房內咧，房內係唔容許有 CCTV 嘅嚇。我哋喺corridor 啊，成日其他有晒 CCTV。咁真係比較困難喎。其實佢哋其實係嘅，要睇下有冇人證咯。我就冇收過即係投訴啦，係啊，冇收過家人投訴啦，亦都冇職員同我講過話會咁樣嘅情況咯。咁即係其實如果假設收到投訴嘅話，係咪你會知嘅？我哋會處理咯。其後涉事院舍嘅負責人接受我哋訪問。睇到呢一條片之後咧，管理層咧真係感到十分之痛心，對長者可能係不友善嘅動作啦、行為嘅話咧，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同埋唔可以發生嘅。院方第一時間咧，同埋有關嘅長者咧，我哋請咗醫生、職業治療師咧，去到同長者作呢個身體嘅檢查、心理嘅輔導啦。涉事嘅員工咧，亦都係即刻係停咗職，係接受呢一個調查嘅。院方就已經係報咗警，亦都係第一時間咧通知咗社會福利署，同時咧係即刻成立咗一個調查委員會，裡面有專家同埋獨立人士啦，會以獨立、公平、公正、公開嘅態度去到調查呢件事件嘅始末之外咧，更加咧係會為我哋嘅院舍咧提供更加好嘅指引同埋更加好嘅指導咧。我哋希望喺將來制度上、培訓上咧係能夠更加改善，令到呢一啲類似嘅事件咧，將來絕對唔會發生嘅。感謝東張西望啦，同埋通報嘅人士咧，將呢一個情況咧話翻俾我哋嘅院舍聽。就事件，社署回覆我哋，指安老院牌照事務處正嚴肅跟進，督察已經到2所院舍進行突擊巡查，發現荃灣嘅安老院協助院友使用尿片嘅護理程序欠妥善，而元朗嘅院舍就冇發現超收情況。喺採取約束措施前，都按規定取得醫生、院友及家屬同意，但喺評估院友需要使用約束物品、藥物管理等方面則有欠妥善。牌照處已向2所院舍發出執管信件，並會加強監管及跟進。2所安老院已安排涉事院友進行身體檢查及向家屬報告事件，亦按情況暫停涉事職員職務，並由社工進行調查。2位投訴人都係因為接受唔到院舍疑似嘅虐老情況，而家已經離開咗涉事安老院。佢哋呢一次肯企出嚟報東張，無非都只係為咗呢個原因。有陣時覺得睇唔過眼，又唔知有咩辦法幫到佢喎。呢個社會持續有咁嘅問題，我哋希望幫到一樣幫一樣咯。如果佢真係可以入去罪，咁我當然希望繩之於法啦。